去年的3月份，我又梦到我的阿妈。底下的是我過世的時節。明日天冇光，你聽論阿媽鄉下出門去買菜。阿媽用燈杆看論番薯葉，看論風菜。你安尼從美濃莊一路行到中門。鐵路後，阿媽以為跟我講，至今我嘅眼珠看唔到嘅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考上大學，我能變嘅樂心。因為阿媽一句話，我該打拼來考到中國文化大學。不過到我畢業典禮的畢業，我都尋冇到阿媽伊嘅墓碑。翕相的底下，我媽冇一種歡喜的感受，因為對我來講，最重要的人，我再冇辦法看到伊的墓碑。
一年。